不好意思啊，老板。为什么来我们公司面试？因为我要找工作。为什么来我们这找工作？因为我没工作。我意思是你找工作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？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啊。那其他公司也在招人呢，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呢？那我总得选择一个。我是在问你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在2家公司上班。我知道，我是问我们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过来？因为你们在招聘。好，那这样你要应聘的是什么？只会一字不漏的给我说出来。销售。那就对了嘛。对了啊，那你来做销售会为公司带来什么？一个新员工。新员工我知道，我是说你这个新员工跟公司其他销售老员工有什么不同？销售方式不同。哪里不同？销售方式。我明白，我是问销售方式哪里不同？方式不同。我知道，我是问什么样的方式跟别人不同？销售的方式。